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7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381天，前线共发生186战斗。虽然俄军在最近几天加强了攻势，波克罗夫斯克俄军被击退之后，战线基本稳。这个俄军为了给普京在阿拉斯加与特朗普会晤献，所以搞了一个叫疯狂死亡穿插精心挑选的特种部队，就是身体素质好的，然后有野外生存，还专门进行了几周的训练，主要是训练这个野外生存，吃树叶子，喝那个泥巴里面的水，也就是在没有后勤补给的情况下，要深入到乌军的后方。结果最近丢下了400具尸体，还有一堆俘虏，以失败而告终根据媒体报道他们最深处突进了乌克兰这个腹地18公里，想回都回不去了。他们坚持了说1周还是2周，树叶子不够吃对吧？那泥巴里面的水也不够喝，弹尽粮绝。乌军部队向扎波罗热方向普拉夫尼以东成功推进。乌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新帕夫利夫卡以东成功进行了反攻。乌军清晨袭击了在乌罗扎伊涅与托克马克之间击中了一列俄军的燃油列车有媒体说最近前线作战俄军伤亡人数下降明显，说尤其是5到7月单位面俄军战死这个降低。分析其原因有2，一个是俄军没有对任何有点规模的乌军据点进行攻坚，也就是主要玩渗透二是每次摩托冲锋小队人数减，也就是现在以前是7、8个人一，现在4、5个人，所以说这个送人头送的越来越少了，也就是俄军进攻的频率和规模越来越放缓了人肉冲锋节奏，说通俗一点就是打不动了，耗不起。乌军的第27旅在扎波罗热用无人机叫88雅加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一套 S-300防空导弹系统，史诗级的爆炸肆意飞翔的防空导弹构成了俄罗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个一套 S-300价值据说要4000万美刀这个损失不轻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他说无论损失几何，都要恢复苏梅方向的阵地，叫米亚斯尼克。这个谢尔斯基命令苏梅方向的乌克兰部队要加大对俄军的反攻要收复。俄罗斯联邦正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积极备战，前线形势十分紧。谢尔斯基说乌克兰前线军人以前接受训练时间是30天，现在增加到了51天，训练的加强大大减少部队的伤亡，并对俄罗斯军队造成重创。他认为普京声称的俄罗斯可以继续这样打5到10年是虚张声势，俄罗斯的伤亡越来越惨重。在别尔格莱德，乌军炸毁了俄军的一座补桥梁。莫斯科时报报道8月19日夜间，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了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布良斯克、伏尔加格勒、库尔斯克、奥廖尔和别尔格莱德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同样遭到了俄罗斯到处都在爆炸。动静比较大的有伏尔加格勒炼油厂，这里火光冲天8月19日早上6点30分左右，一列俄罗斯侵略军的燃料列车在扎波罗热州的乌罗扎伊内和托克马克之间的叫奥斯特里基夫卡附近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多节车厢脱轨受损，事后火势凶猛。这列燃料原本是为扎波罗热轴线上的俄罗斯侵略军准备的燃油由于乌军坚持用无人机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轰炸俄罗斯炼油厂、这个铁路运输交通枢纽、军火库。根据乌总参谋部估计俄罗斯因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攻击而造成的损失高达740亿美元，占 GDP 的4%。这个可以再接再厉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精度越来越高，而且乌克兰现在已经有了能打3000公里火烈鸟巡航导，所以这个战果要扩大不仅给这个俄罗斯造成这个重大损失740亿。8月份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让俄罗斯损失了13%的炼油产，这个8月份还有10天这个还可以再进一步努力。9月份呢，对吧，也可以提升到50%这个由于这个乌军的坚持用无人机进行轰炸这个俄罗斯后果不光是说这个造成损失什么地损失4%，俄罗斯各地已经出现了95号汽油短缺。根据媒体报道说萨马拉地区许多加油站已经停售95号汽油，已经没有了。一个产油国一个世界这个储油排第2的国家居然缺汽油，找谁说理去这个俄罗斯各地的加油站都出现大规模排队，滨海边疆区排队打
数公里，外贝加尔区实行燃油配给制，就连克里米亚出现供应短缺。我记得俄罗斯的这个汽油早就禁止出口了，出口的禁令啊一言再言。现在啊，即便不出口，对吧？他自己满足自己的，恐怕又要从白俄罗斯啊去征油啊，又需要这个卢卡申帮忙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克罗地亚展示了其自主研发的攻击无人机和土耳其 TB-2无人机，该国将在2025年生产18万架无人机，其中大部分将送往乌克兰。法国国防公司将向乌克兰提供50辆装甲车，该合同总共规定交付61辆车辆，其中11辆已于8月初交付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啊，说为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德国将全力重整军备，到2041年，也就是16年以后啊，将花费3550亿欧元，使其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这个德国啊，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啊，在美国的这个可以说要求下吧，德国是合理合法的啊，重整军备，要700亿欧元的弹药，520亿欧元的和360亿欧元的军舰潜艇，340亿欧元的飞机和40亿欧元的舰3防空，1000亿欧元的机，也就是这个普京啊，没想到自己这个侵略乌克兰的这个动啊，唤醒德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啊，欧盟不相信与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协议，并将维持制裁，同时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这个来自东欧的卡拉斯啊，恐怕对俄罗斯就是认识更加深刻。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警告称啊，俄罗斯已成为欧洲动荡永久根源，并对欧洲构成长期威胁。马克龙强调，莫斯科将其预算的40%用于军费开支，并动员了超过130万人的军队，说因此啊，不可能在一天之恢复和平与民主。为了自身的生存，普京需要继续吸食，这是一个掠食者，这是我们家门口的食人族。按照咱们的说法啊，就是他是欧洲门口的叫野蛮人。马克龙说啊，我不是说法国明天就会遭到，但这对整个欧洲都是一个真正的危机。他说到啊，并呼吁欧洲人不要竞争。我觉得马克龙说的大家看视频啊。I think it's for me it's a very important progress of the past few days that your president expressed a clear commitment of the US to be part of the security guarantee. It's brand new. And last February, when I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to gather a series of European leaders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in Paris, and we followed up in London, and we created this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it was a reaction to the feeling we had that we could see a temptation to go to a rapid peace, but without any guarantee for Ukraine. And we know what it means. It was Georgia 2008, but it was as well Crimea 2014. And there is full certainty that if you make any peace deal without security guarantee, Russia will never respect its words, will never comply with its own commitments. So it's for us totally critical, and thi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ny deal for Ukraine and for the Europeans. This is for our own security.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rogress of the past few days that the US now is willing to be part of this. 俄罗斯人永远不会遵守承诺。马克龙还指出啊，他并不认同川普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乐观态度。作为欧洲的这个主心骨之一吧，法国能有这样的认识啊，那也很让人欣慰啊。根据这个美国的叫政治报报道啊，说欧洲领导人绝不相信普京想要和平，认为他只想让乌克兰屈服。他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的会谈，就是为了暴露克里姆林宫的不诚意。如果普京拒绝让欧洲，预计特朗普将会加强立场，并支持更严厉的制裁，这个恐怕要另当别论。也就是说，指望特朗普对俄罗斯强硬，这个恐怕要打个问号。现在的底线就是希望特朗普啊要继续正常的卖武器给欧洲，对吧？然后欧洲再把它送到乌克兰，这就是底线，不能指望特朗普做更多了。先说说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现在媒体报道啊，本来是特朗普啊在会见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的时候，有媒体说他在开会中间，对吧？给普京打电话，向普京是皇军让我带过话，是这意思吗？但是特朗普自己也否认了，说没有，对吧？我会开完了再给打了，然后约好了，对吧？2周之普京要跟泽连斯基这个还有特朗普三方会谈。但是现在媒体有报道啊，说普京不愿意三方会谈，普京要单独和泽连斯基谈，而且希望到莫斯科谈。那根据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已经拒绝了啊。这个两个国家正在交战，让乌克兰的总统到另外一个交战国，对吧？首都谈判，这不就是叫什么城下之盟吗？凭什么，对吧？那么多第三方国家，这个普京都是可以
以去的，实在不行再去美国、阿拉斯加、瑞士，甚至连匈牙利都对吧都要申议先举办这个峰会。那个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对吧一直张罗这个双边会谈、三方会谈、四方会谈。普京实际上就是想把这个停火失败对吧、会谈失败、和平失败的锅扣到泽连斯基上，就这点小。这个特朗普指定这个万斯、卢比奥还有这个维特科夫4个人负责这个俄乌双边会，给我感觉好像把那个乌克兰的特使叫凯洛格又给扔一边，是不是由于这个凯洛格比较同情乌克兰对俄罗斯比较强硬，又遭到这个特朗普雪藏。不过这个卢比奥我看好像跟那个维特科夫不一样，卢比奥对俄罗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硬，虽然他对乌克兰也是建议是吧，领土换和平，要割地，要交换领土，但是他跟那个维特科夫两人态度似乎不太一样。在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谈之前呢，卢比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他说没有人逼乌克兰去放弃自己的领土，没有人逼乌克兰放弃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卢比奥是说过这样的话的。这个卢比奥接受媒体采访，他又说他说美国不会纠结于普京所说的冲突根源。卢比奥说他说俄罗斯人就是普京所说的根本原因是指那些我们多次听到的历史遗留的怨言，这并不是什么新论点，说普京早就提出来了。他声称这是西方的侵略行为。他说卢比奥说我不想深入讨论细节，这实在太冗长了，但关键是我们不会纠结于这一切，我们将专注于以下几点：他们就是俄罗斯人究竟会不会停止战争，以及停止战斗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这之所以非常棘手，是因为乌克兰显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侵害，考虑到入侵这种感受是合理的，而俄罗斯方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战场上获得了主动权，而且说实话他们似乎不太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多少俄罗斯士兵的丧生，他们只是硬撑着。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促成这场并非在他任内爆发的战争达成和平协议方面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值得高度赞扬。也就是这个卢比奥说他们不想听那个俄罗斯的那些陈词滥调俄罗斯之所以不愿意停火，是普京误以为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有便宜可占，所以他不愿意。这个特朗普19号他在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他说美方将帮助乌克兰进行防卫，帮助愿意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的欧洲国家提供空中支援，但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特朗普重申乌克兰不会获准加入北约。特朗普坦言自己原本觉得俄乌冲突比较容易解决，事实上这却是最难解决的冲突特朗普现在已经对吧不再嘴炮了不再满嘴跑火车，就是关于停火这从刚开始说24小时停火，到后来是100天停火，到后来是半年，到后来说没有从哪开始，到后来又说给55天，到后来又说给10天，到后来又说8月8号对吧不停火就得制裁现在终于承认这是最难解决的。这个特朗普有点飘了，就是他调解了6个小的冲突，你比如说什么老挝跟柬埔寨跟这个泰什么刚果金什么马里还是反正总之几场小的特朗普一出手，人家就给了面子，人家本来也就是借坡下驴，然后特朗普就有点飘了，也不看一看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是什么实力。特朗普以为他用他那个对吧那三脚猫的功夫能调停能拿捏对吧普京这个人是油米不进的油盐不进对吧，你拍他马屁也没用。这种人俄罗斯人其实他是要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乌克兰呢，人家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对吧已经摆在这儿，欧洲的这个支持的决心也摆在这儿对吧。特朗普指望着他那个胡萝卜加大棒能把双方拉到谈判桌前，双方把土地互相一分就拉倒，想得太简单，吃瓜群众都看明白了。如果普京那么容易停火，他就不至于发起这个战争对吧，这个侵略性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一旦发起了侵略性，他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或者目的，否则的话他就是自灭亡。那现在目前特朗普的意思是对吧，有这个欧洲不就志愿者联盟吗？英法德他们派地面部队到乌克兰，然后美国提供空中支持。实际上这个也是英法成立志愿者联盟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就去找特朗普吗？希望美国给予支持，也就是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美军的支持，那这个志愿者联盟他们是不敢下场。那现在特朗普相当于对吧，在这一块迈进了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说美国对欧洲转售给乌克兰的要加价10%100亿，那他要卖110亿，要多赚10个亿。人家贝森特说的很简单为什么要多赚这10个亿呢？那就当做这个美国空军给这个志愿者联盟给乌克兰提供这个空中支援的一个保护费，也就是多赚的这笔钱刚好用来覆盖空中掩护的军事开支。你说这个特朗普这个小算盘打精到家了，真的是伤人。彭博社报道10个国家准备在战争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作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
分，英国和法国已经在讨论派遣部队的人数和组成。英国国防参谋长托尼·拉达金将于今日访问五角大楼。知情人士透露英国计划派遣军队保卫乌克兰的空和港口。英国还可以提供后勤支持培训。但是对于给这个乌克兰安全保障特朗普是跟欧洲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和泽连斯基说过说普京同意，对吧？这个有欧洲国家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也就是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不加入北约，但是呢，他一样获得安全保障。说普京认可。那么昨天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他出来解释了说俄方同意在平等基础上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普京同意但是人家说的这个安全保障，那跟泽连斯基跟你欧洲人理解的不一样拉夫罗夫表示他说俄罗斯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参与下，在平等基础上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解释权还在俄罗斯手上。首先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参与，那也是英法美俄，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国家，这5个安理会成员国参与。第一个第二个是平等就他没说解释权在俄罗斯手，由这5个国家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也就是一个流氓强盗把你抢完之后，那剩下的国家在那不说话，完了有这些国家还加上这个强盗来主导，因为平等基础嘛，这玩意解释权在普京嘴上，然后这个还得有这个强盗组织那些国家来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要这样的安全保障一种，如果这样的安全保障有一战就打不起来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事情上，安理会这不已瘫痪了，脑瘫了吗？安理会能起作用？你干啥？俄罗斯这一票否决。所以说这个对这种强盗这种流氓，你没有什么道理讲，因为他们只能听得懂大炮的，对吧？这个欧洲还有特朗普现在还在三心二意还在随还准备跟魔鬼做交易，跟强盗做交易。这个拉夫罗夫还扬言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捍卫其安全利益，绝不允许在没有莫斯科参与的情况下讨论这些安全利益。也就是说你们欧洲还有美国搞的什么安全保障，如果没有莫斯科参与，一切都是扯淡，是吧？必须有俄罗斯的参与，否则一切相关讨论都是死路条。这个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说他反对在匈牙利举行泽连斯基与普京的会谈，称其为历史，也就是高级黑色幽默。为什么呢？他说1994年乌克兰在布达佩斯就已经获得了安全保障，也就是在匈牙利已经签过一回了这回又跑这儿来签一回。布达佩斯备忘录起作用了，第一回签没起作用，这回再签一样的还是不作用。这个图斯克说也许我有点信，但我会选择在其他地方，对吧？这个地方比利这个拉夫罗夫说他说俄罗斯夺取领土从来不是目标，目标是保护俄罗斯人。拉夫罗夫在19号接受俄罗斯这个电视台采访时说俄罗斯从未设定夺取克里米亚、顿巴斯等领土的目标，俄方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俄罗斯人，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人民，保护俄罗斯人。这个典型的这个强盗逻辑俄罗斯用这个非法手段夺取了这个大国的，对吧？100万平方公里，那是保护谁？那上面有俄罗斯人，海参崴有俄罗斯人，江东什么64屯有俄罗斯人，对吧？他们夺出来这领土，杀光了上面的同胞。当然黄俄不觉得那是同胞黄俄觉得那该杀，反正一切，对吧？不利于俄爹的都该杀。俄罗斯人叫留地不留人。不过这个特朗普他现在有承认他说俄方可能不想达成。特朗普他说他说老实说我认为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停火就是达成和平协议，他以为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普京已经厌倦了，我认为他们都厌倦了，但结果总是很难预料。我们将在未来几周了解普京总统的。特朗普，对吧？这个一直在推迟，是吧？几周再几周，还在。特朗普说他可能不想达成协议。最后特朗普补充说如果普京不想达成协议，他将面临艰难。现在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威胁，那简直就是个笑话，软绵绵。面对特朗普的威胁普京那是微笑。我们再看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那个新闻节目上面那个主持人问他，那意思就是反正是你对印度进行了这个2级制裁，也就是印度买俄罗斯的这个原油要制裁，那为什么对大国不制裁，对吧？对大国没有采取类似措施，是不是双标就这意思您觉得这样合适吗？然后这个贝森特就是对着镜头侃侃而，大家看视频Mr. Secretary, you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describing President Putin as your uncontrollable neighbor you kind of brought over and showed your gun case to. I know part of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has tried to make it tougher for Russia to be able to sell its oil. It cracked down pretty tough on India, which is importing a lot of Russian oil, but not so much when it comes to China. Is China in the wrong for importing so much Russian oil as well? I think they import just as much as India does. Oh, well, let's go back and look at the history, though, Becky. And look, China importing it is suboptimal.
But if you go back and look pre-22, pre-invasion, 13% of China's oil was already coming from Russia. Now it's 16. So China has a diversified input of their oil. If you go back and look now, I believe India had less than 1% of their oil, 1%, and now I believe it's up to 42. So wow. India is just profiteering, or they are just profiteering. They are reselling. They've made $16 billion in excess profits, some of the richest families in India. So this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 Like this India, what I would call the Indian arbitrage, buying cheap Russian oil, reselling it as product, has just sprung up during the war, which is unacceptable. 这给我感觉好像美国人一下子兴起来了啊，也就是你看上去都是买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做交易，但是情况还是不一样，对吧？这个印度那纯粹是中间商，对吧？赚差价牟利，而这个大国确实它是自用啊，而且对吧？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前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变化并不大，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稍微多买了一，那因为它便宜了，对吧？它这个解释也合理啊。但是我想啊，实际上如果要对吧，要真正的掐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出口，不仅这个印度这种行为要杜绝，要制裁。首先是欧盟，对吧？你欧盟你应该赶紧，对吧？终止跟俄罗斯的石油交易，还有天然气，对吧？他们要等到2027年整个的清零。你欧盟没有清零，还在跟人家做交易，这个时候指责大国有点说不过去。毕竟大国跟俄罗斯又没开战，对吧？又没有那个，它是正常关系。你欧盟是跟人家制裁，对吧？又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你自己还在跟人家买石油，你反过来指责大国，这个说不过去啊。也就是说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等到欧盟，对吧？你跟俄罗斯全断了，这个时候再要求大国，对吧？咱们都断了，现在就差你一家了，对吧？你这样一断，那俄罗斯那就断气了。我觉得这样。不过这个8月20号媒体消息啊，说2025年7月份，大国大幅减少了对俄罗斯冰淇淋的进口。说俄罗斯媒体援引的大国统计部门数据报道了该消息。这个7月份很热啊，大国的冰淇淋的销量是在增长，但是从俄罗斯进口却在下降。事实证明，夏季第2个月，大国从俄罗斯进口了价值19万美元冰淇淋，这是今年4月以来的最低数字。最热的时候反而是最低，下降了8%，按月算下降30%。2025年6月，大国对俄罗斯的冰淇淋购买量与2024年夏季同期相比下降%。这些点点滴滴啊，都说明这个大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到了顶点，开始往下走了，就这么简单。至此啊，特朗普的这个停火计划或者叫停火差不多可以宣告失败了。特朗普的这个停火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一个小插曲。从泽连斯基的表态来看啊，既不会割让，更不会啊什么从顿巴斯撤去，所以双方还要继续战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